呢度大家會見到係心機嘅選項啦、地圖啦、360嘅景象啦、Apple CarPlay 啦、睇天氣啦、Spotify 啦、Jobs 啦、行車記錄儀啦、Android Auto 香港就用唔到嘅。你撳呢個就見到個地圖啦，兩個手指打落嚟就會刪咗佢啦。360鏡頭。天氣、Spotify、行車記錄儀。咁插 SD 卡咧就喺手枕裏邊放一張 micro SD 卡，最細容量係64，最大有256G。